覺空間能力係對線條、形狀、空間、距離嘅認知，同埋喺腦入面具體咁想像佢哋嘅能力。佢會影響學生分辨字體、字形同埋大小比例嘅能力，對學生嘅書寫係十分之重要。眼球控制係利用雙眼做出凝視、追視同埋躍視嘅能力。佢會協助我哋進行球類運動、抄寫、閱讀等等。佢會影響書寫能力、運動同埋智力嘅發展。要訓練剛才提及嘅能力，可以使用呢一款教具。類似七巧板，佢有14塊唔同形狀嘅拼圖，透過多變嘅組合方式，可以砌出各式各樣嘅圖案。將遊戲盤同埋小提示卡放喺台面，將小提示卡翻到背面，首先完成紅色嘅部分。指示學生逐一將拼圖同埋提示卡做比對，再放喺遊戲盤嘅相應位置。砌好之後，將小提示卡上下倒轉，繼續完成黃色嘅部分。如果學生未能夠自行完成，家長可以指住提示卡上面其中一塊拼圖，指示學生揾出嗰個形狀，再放返喺相應嘅位置。將遊戲盤同埋提示卡放喺台面，並將提示卡翻到正面，指示學生嘗試依照提示卡自行去組合拼圖。如果學生唔能夠自行完成，可以提示學生首先完成紅色嘅部分，然後再完成剩低嘅拼圖。大人亦都可以睇下提示卡嘅背面，將入面2至3塊拼圖砌好，然後再指示學生砌埋剩低嘅部分。